就有粉碎星、更当灰、够起这条好听的歌，每一首歌相信都是陪着你们长大到老。是的，希望你们会喜欢金曲歌王许富凯，欢迎，谢谢，冰姐好，谢谢，大家好，我是许富凯。 带来一连串的布袋戏的组曲，希望大家会喜欢。阿哥你好，你要唱来这首曲吗？我爱你，可恨的人，爱你定定爱，真情爱你无彩工。 亲像彩花，花开采我巴掌。我爱你可恨的人，同做冤仇人。我恨你可爱的人。 心情啊，我心的多你可爱你气息唱出这条歌，为什么你只是爱听这条歌？为什么你只是讨厌唱你歌？可比我伫咧苦你安怎？总是去厝内心情打开我，昏红色的月光。
喜欢，谢谢。两位好。哎，谢谢傅凯，哇，热腾腾的金曲歌王，谢谢。我们一路看到傅凯这样的成长，当傅凯已经是金曲歌王了，我们两位还是小小的主持人。没关系，能够访问到你，真的很荣幸哎。对，傅凯先跟大家问好一下，跟大家问好一下。所有我们现场的每一个贵宾，还有每一个来听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哎，掌声鼓励鼓励，谢谢。来这边应该算实习，对不对？对，因为即将要开个人的演唱会了。对，就在下个礼拜6，一样在同一个地方小巨蛋要举办我个人的演唱会。对。可是我们知道是好事多磨，已经演了好几次，演了2次。对，这一次一定会如期的举行。这一次一定会更好。对，那当傅凯变成歌王之后，对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一些期许呢？因为呢，最近呢也在忙演唱会，还有在公视跟民视有一部戏叫做《永博 K 展》，这一部戏呢是跨界的歌仔戏，对，跨界的歌仔戏，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有演哦？我有演，就是演歌而优则演，你看，他现在已经要全方位了。哎呦，被2位那个亚洲舞王这样子，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访问很拍谁？亚洲舞王现在已经在休息了。对，没有。好了，接下来呢，当然有带来很多好听的歌。哦，对，接下来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我一定跟大家讲一下，这是我细汉的时阵哦，看民视的时阵。这出戏呢是李超勇大哥跟阿哥共同那个当制作人制作部戏这首歌呢就是这一部戏的主题曲短灯戏，然后叫做《梁祝七世夫妻》，你也记不？洪凯大哥的这导演对。那今天我就带来这一首短灯戏。好的，谢谢，让我们欢迎许富凯，掌声鼓励。再用你们最热情的掌声，给我们的孔锵老师大乐队尖叫掌声！在呀咱红树心火，今日秋里。心中，他胸迢迢高肩膀，我不怕对待。往事赶酒饮，几日几。所爱比三分醉，七分情，三分相思，忘掉你，断灯时望我醉，一片一片。谢谢短灯戏2姐将会的歌。接下来呢，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金牙哥在心里》，送给大家，谢谢。
一切亲像在梦中，过去啊，我去换衫出来，还阁拢会糊啊！哎呦，真的哦！精彩舞高潮，我们再次以最热烈掌声，谢谢许富凯，谢谢富凯，阿哥金姐，谢谢，好，谢谢。好，来做阿哥的节目吼，一定都要不断一直换衫，用上水的感觉来甲大家见面，你甲看时间。